好，話咁快我就嚟到澳洲 Working Holiday 1年啦。1年前我嚟到澳洲係因為想體驗下唔同嘅人生，我想獨立，想離開下一個我熟悉嘅環境。我嘅目標好簡單，我嚟到唔係話想賺大錢，我淨係想體驗一下外國嘅生活，夠交租夠生活咁就 OK 啦。然後喺呢1年好似做咗好多嘢，又好似唔係做咗好多嘢。咁今次呢一條片呢，就想同大家回顧一下我喺澳洲呢1年嘅生活。1年前嚟到澳洲，我對呢度嘅一切都充滿住新鮮感，對呢度嘅一切都好好奇，即係好似澳洲嘅陽光與海灘、澳洲嘅沙灘啊、cafe啊，全部都係好新鮮。當初嚟到呢度都係抱住一個好似遊客嘅感覺，然後當你 settle 好晒啲嘢之後呢，就要開始喺呢度揾工、揾住宿，同埋又去咗讀書。然後我又喺悉尼過咗嚟墨爾本，中間都發生咗好多嘢。然後慢慢新鮮感就已經過咗啦。當你喺呢一個地方生活嗰陣，你就發現你開始係要面對好多嘅問題。例如就係慢慢我已經個生活模式變咗，返工、返學同交租。然後當你發現你返緊嘅工呢，人工又唔係特別高，跟住呢個稅又好高喎，然後佢俾你嘅返工時間又唔係特別多，跟住隨之而來呢，你就開始面對一大紮嘅壓力啦。因為你係需要返工，你先有錢去交租同埋俾學費，然後就開始每一日都要面對呢一啲問題，即係你就算嗰份工係幾咁辛苦、幾咁低人工，你都係要硬着頭皮咁去做，因為你知道如果你唔去返份工，你邊有錢去交學費同埋交租啊？因為呢度啲租都幾貴㗎，即係我自己嗰間就可能有啲貴啦。然後當你越留得耐呢，你嘅孤獨感呢真係會越來越大嘅，即係好似我咁，我隔離嘅 roommates 其實佢哋幾乎係每2個月至3個月呢就會離開㗎啦，所以我係不斷咁樣同人去道別啦，同埋我又識咗啲朋友，佢哋好多都係working holiday 啊，或者係嚟讀書嘅，即係面對好多人嚟去咯，即係慢慢都要開始習慣係，即係你呢頭同佢熟咗啦，跟住嗰頭就同佢拜拜咁樣。跟住我初嚟之前呢，其實都係一個 I 人，跟住當我嚟到澳洲之後，我係變咗 I 人啊，即係我變咗 I， 因為首先你已經太忙啦，你個生活你又要返工返學，跟住你又冇咁多時間去識朋友。但係喺呢段時間我都學識咗同自己點樣去相處啦。例如我學識咗煮飯，而家係廚神啦。跟住又一個人做晒所有嘢啦，一個人睇戲，一個人食飯，例如一個人食韓燒，一個人打邊爐，跟住又一個人睇演唱會，全部都做晒。跟住最好笑係我連智慧齒都剝晒啦喺度，因為我嚟呢度嗰陣呢個智慧齒蛀牙咯，所以我都冇辦法要剝咗佢。智慧齒又剝晒啦，跟住最好笑係我連澳洲車牌都考埋啊，仲要係一 take pass， 耶！跟住喺呢1年都去咗好多地方旅行，例如有去 Brisbane、Gold Coast， 有去廖思玲，有去塔斯，同埋有去巴里添啊！即係去咗好多地方旅行都好開心。呢1年我識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人，每一個人都係帶住佢哋唔同嘅故事過嚟呢一個地方。咁每一樣嘢呢，其實都有佢嘅代價。咁你問我有冇後悔呢？而我都冇後悔喺呢1年做嘅決定。就好似我嚟到澳洲之後，英文大躍進。以前喺香港我真係唔夠膽同人講英文，但係嚟到澳洲我夠膽啦，因為喺呢度無論你講得好定唔好，佢哋都係唔會介意嘅。就算你啲 grammar 或者乜嘢唔啱，佢都會聽得明，都同你傾得好開心。佢哋完全唔會介意嘅，只要你肯講。時間過得越嚟越快之後呢，你就要開始面對一樣嘢，究竟我繼續留喺澳洲定係返香港呢？咁呢個問題其實我都諗咗好耐。其實我真係好中意澳洲呢邊嘅生活，係非常之中意，真係好 chill 嘅呢度生活，而且係所有嘢食你都有得食，中港日韓泰你都食得到，連淡仔都有。但係雖然我真係好中意澳洲，但係我最後都係決定返香港。點解呢？因為首先呢，我覺得喺澳洲呢1年嘅體驗對我嚟講已經係好足夠啦，所以係時候返香港努力工作啦。同埋我都好掛住我香港嘅屋企人同埋朋友，同埋最後
我真係好想同每一位自己一個人嚟外國嘅人講一聲加油，因為我覺得你哋真係每一位都好犀利，因為始終你下呢一個決心，放棄香港嘅一切，離開一個你熟悉嘅地方，而去到一個新嘅地方開始，其實真係好唔容易，真係完全係所有嘢都唔係你去諗到咁簡單，所有嘢都係要你自己即喺呢度自己去感受，你先會知道，同埋即係每個地方都有佢好同唔好嘅地方，你真係要自己過嚟感受，你先會知道邊一個地方先係啱你，邊一個地方令到你係最舒服，呢個先係最緊要，係要 follow 你嘅心去行，唔好俾其他人去影響，因為做人真係最緊要係咩？就係開心。而我最後都係儲唔到100萬買呢間彩虹小屋，唔緊要，我知有其他人可以接力，加油！同埋另外就有個溫馨提示俾大家，原來好多人都唔知道呢，我哋香港人如果你有 BNO 嘅話呢，係可以唔使去農場，直接可以續簽第2年同第3年嘅 Working Visa。但係如果你只係有香港護照嘅話呢，咁你就必須要去農場做嘢3個月呢，你先可以續到第2年嘅 Visa。同埋當你想續第3年嘅 Visa 呢，你係要去農場半年㗎。就係一個小小嘅1年分享。咁其實呢條片呢，我都遲咗好多先拍，因為真係冇時間拍，所以而家先拍到。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跟住呢，我而家就嚟到墨爾本最出名嘅彩虹小屋。本身我係諗住喺出邊嗰度拍嘅，但係因為而家太大風啦，所以我過咗嚟後邊嗰度拍。同埋我今日出嚟係超好天嘅，藍天白雲嘅。跟住大家睇下，即係如果當我咁樣行出嚟呢，即係勁大風啦。你睇下，已經係超大風。哇！跟住係冇可能拍到咯，如果行出嚟。同埋超大雨啊！我係要撤退一下啦，係時候。哇，好大風啊！墨爾本嘅風唔係同你講笑，哇，真係好大雨啊！黐線！但係我今日出嚟真係 Q 豪添。哇！喺後邊。哇，好大雨，好大雨，好大雨！但係仲有人衝緊浪出邊。我已經成身濕晒啦，睇下。哇！我隔離嗰個人開門入去啊，好超啊！佢好犀利啊！佢儲到100萬買呢間屋。我同大家講一個秘密，雖然我嚟咗澳洲咁耐啦，其實我係一次都冇落過水，因為首先我係唔識游水，然後第二個秘密係我嚟咗咁耐，我從來都冇着過短袖咯，每一日都係着長袖衫，因為我驚曬黑。又出藍天咯！墨爾本就係咁樣噶啦，呢頭落雨，嗰頭就會出太陽，我已經慣咗啦。趕快記錄生命的美好。